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。今日要講嘅係一個充滿奇蹟同希望嘅故事。第一個聖誕夜，你知唔知道聖誕節點解要慶祝？原來呢一切都由一個小小嘅馬槽開始啊！喺好耐以前，有一位善良嘅女人，名叫瑪利亞，同佢嘅丈夫約瑟，佢哋要走好遠嘅路，去一個叫做伯利恆嘅小鎮。走咗好幾日，佢哋終於到咗伯利恆，但係小鎮上到處都係人，每一間旅館都住滿咗。約瑟敲咗好多門問，都揾唔到可以休息嘅地方。一位旅館老闆從門後探頭出嚟，佢睇起嚟好和善，但係好抱歉咁對約瑟搖搖頭話：對唔住，我哋真係冇空房啦。不過好心嘅老闆指住後邊話：如果你哋唔介意嘅話，我嘅馬槽好溫暖，裏邊仲有柔軟嘅乾草同埋友善嘅動物。瑪利亞同約瑟非常感謝佢。就喺嗰個安靜嘅夜晚，一個非常特別嘅寶寶誕生咗。瑪利亞將佢抱喺心口前面，幫佢改咗個名叫耶穌。佢用溫暖嘅布將佢包起嚟，輕輕將佢放入鋪咗乾草嘅馬槽。喺外面嘅夜空中出現咗一粒從未見過最明亮嘅星星，佢嘅光芒好似溫柔嘅燈，正好照喺馬房嘅屋頂上面。喺伯利恆城外嘅山坡上面，有幾個牧羊人正喺度照顧佢哋嘅羊群。夜深，佢哋圍住一堆小小嘅螢火取暖。突然，一位美麗嘅天使出現喺佢哋面前，身上發出柔和嘅光芒。牧羊人嚇咗一跳，但係天使話：唔好驚，我有一個好消息要話俾你聽。今晚一位救主為你哋誕生咗。牧羊人趕快跑到小鎮上面，跟住星星嘅指引揾到咗嗰間馬房。佢哋睇見咗瑪利亞、約瑟，仲有瞓喺馬槽裏邊嘅耶穌寶寶，就同天使講嘅一模一樣。呢個就係第一個聖誕節，一個充滿咗平安同喜樂嘅夜晚，慶祝住一個為世界帶嚟愛嘅特別寶寶嘅誕生。呢個呢，就係第一個聖誕節嘅由來。喺嗰個寧靜嘅夜晚，一粒星星帶嚟咗希望，亦都令到世界多咗一份愛。感謝你收聽小兔故事屋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每個禮拜都有新故事陪你一齊長大。拜拜。